想知比特幣係點樣挖出嚟㗎？快啲點讚加關注啦！各位朋友，等我同大家講清楚。比特幣挖礦係基於區塊鏈網絡，網絡就好似分散式咁本，每10分鐘生成一個區塊記錄交易。孔工呢就用電腦去計複雜嘅謎題，驗證交易之後再打包成區塊。謎題呢係哈希函數，需要揾到特定嘅數值，開頭係多個零嘅哈希值，佢機每秒會試億萬次，算力越高呢就越快解到題。邊個先解到就攞到出塊權。新區塊加入鏈之後，佢公會嚟到獎勵，目前係3.125粒比特幣加埋交易費，獎勵每4年減半。全網算力非常之大，而家超過1 set 一部嘅機要好多年先挖到1粒，實際係鬥低電費同規模，大礦場集群運作效率會更高。理解喺呢個流程之後，你就知挖咁鬥嘅唔係運氣，而係能唔能夠長期提供穩定嘅資源同管理。